大家好，我又雞叔叔又上嚟講下啲嘢啦。而家我睇過好多個 KOL 咧，就全部都講晒啲中美冇人得益，即係貿易大戰啊，即係加關稅嘅問題。其實所有人都忽略咗一件事，根本就唔知其實人哋侵咧就一早贏咗選舉之後，同佢嗰班老友就已經全球沽空，所有股市沽空晒，全球所有沽空，佢又唔會話喺頂點嗰度沽空㗎。你哋蠢嘅，即係啲世界民眾，特別啲美國人好蠢嘅。川普咧侵點會真係關心美國啊？佢只係關心自己嘅荷包同佢啲家人當佢贏咗啦，全球沽空啦，佢根本明知冇可能加稅帶到美國嘅啲製造業翻嚟噶嘛。我喺美國住咗幾廿年，我知啦。美國人大食懶嚟㗎，做嘢唔仔細㗎，唔同我啲亞洲人做嘢好仔細，好負責任，又好刻苦耐勞啊！美國人邊度刻苦耐勞嘅？個個都係做少少得多先至個個湧晒美國㗎嘛。川普根本就知啦，一早就佈定一局，股市去到8-9成就已經沽空，全部做空，全球做空啦。跟住佢一上台啦，正式整水啦，為國家啦，又有贏面子，我為美國啊，美國人好蠢㗎，我喺嗰度住咗幾廿年知啦，我次估中邊個會贏㗎，太左嗰陣時奧巴馬，太右就一俾川普贏咗，佢就佈定個局同佢個班，我唔想講邊個國家啦，啲人嗰種人好屎佢嘅，嗰啲人已經賺咗好多錢，都係唔同我哋佛教嘅，我哋佛教好知足嘅維護全球，即係唔係全球所有啲人嘅利益㗎。好啦，而家整水啦，全球股市大跌啦，邊個會得益呢？做空嗰啲有嘛？佢哋一早做晒佈定個局㗎啦。今次中國人利用呢個機會，一定要打贏呢個貿易戰。美國人不堪一擊㗎，因為佢哋大食懶啊嘛。中國人唔同㗎，對筷子就搞餐飯㗎啦。何況今時今日中國根本冇通脹㗎，20蚊火鴨半隻火鴨湯任你飲幾好。啲美國20幾蚊一碗咁嘅湯麵所以咧你哋個個都忽略一樣嘢，人哋一早全球執錢，你哋啲友咧就個個揸住啲嗰啲咁嘅票據，佢就執錢，跟住咧就整色整水又轉第二個花款。呢個已經2018年已經發生咗㗎啦，嗰陣時做空聯通乜中國公司。專係食啲中國公司，今次就所有美國佬都食埋，因為最後一屆啦嘛。所以啲人好蠢嘅，我唔明白全球啲人點咁蠢嘅，以為川普係壞國家，邊度會壞國家啦？根本佢一早知佢係建築商嚟㗎，起一棟樓都要好幾年啊！點能夠話一個加稅就攞啲工作翻嚟啫？即係全球都蠢嘅，今次鬥到翻。第三次第二個大年，我啲窮人就冇所謂嘅。今日死咗，聽日就賺咗，因為唔使為財買賣㗎啦。有錢佬今次就瓜值就最好，所以一定打得好勁嘅，打一次勁嘅核子大戰，咁樣咧全世界就和平啦。因為咧窮人唔會再受苦，富人咧就佢啲子子孫孫唔使再好食好住㗎啦，知道嘛？收檔係咁多。